来看国内这高雄医学大学医疗企业工会呢，是跳出来替这护理师来出声。伊讲护理师呢，长期以来是受到真侪无公平的对待，包括着看科别的资源，也有固定假日呢来照常来上班。那高医方面呢是回应讲，因为这医疗服务是袂当休困，所以才会提早来调整这廉价的医疗量能。伫过年时间呢，卖另外拨经费来感谢上班的同仁。还我休假！高医工会人员徛做伙，为护理师长年来所拄到的无公平对待来发声。工会讲，护理人员带袂调，除了薪水以外，第一要紧的是工作环境。高医要求护理师排班当着固定假日袂当休，嘛无补偿，别科若欠人，都爱去支援。当事人讲，长期遭受这款压迫，身心状况拢特别记载袂调。主张不挪移国定假日，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员工应该是放假，可是主管这边还是强制排班，就是要你放假的时间再强制上班的意思。药物的作用、副作用是什么？手术后的伤口我该注意什么？就算我很资深，但是我是内科的，心脏内科，所以我就是不熟悉，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害怕家属或是病人来问我说。这个药是要吃什么货？护理师讲，自伊入行到今，这款无正常的看科别资源做法已经20多档啊。高医工会表示，这款现象不是干那高医有尔，这是无负责任的做法，因为大家科别拢有伊所需要的专业，包括用药、病人照顾等等，临时临要调人来支援，那对护理师造成压力，嘛不重视病人的权益。你叫我去，那如果发生了这个危险，不只是病人有问题。甚至医疗人员、护理人员会不会担心？会，我们会被告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些的风险跟这些的责任、法律责任是由谁来买单？工会强调，中央一定要严肃看待这个问题。而针对工会讲法，高医表示，医疗服务袂当长，过年期间的排班会兼顾病人安全、医疗品质甲同仁的权益，卖另外半间贵来感谢过年出勤的同仁。记者郭家祖、郭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